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翻太假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中古腔好的老后生人大嘴鼓了。因为发现有的人的身体同孤独同生气，然后佢相处家下就知道同吃嘢。不过有的人呢，心思都同敏感，被上人讲一句话就会影响到家嘅心情。然后呢种人相处家下，你就当细心细意。不过因为因为讲出一句无声嘅讲出来嘅话，佢就会记到一生人。用呢下嘅实行话来讲，就系玻璃心。因为有讲到6個後生人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一下佢哋嘅心，咁真堅像玻璃腔樣一碰到就碎到跪天內咧，眾場歡迎。首先來有講到係根本做乜嘅做到鬼神父嘅阿子怡。小魔女，大家好，我係長豆。係細豆夫婦吧？按講係冇啊，我係長豆男朋友講青菜，係你幾唔重要就會心爛到一天嚟嘅阿子怡。哇哦！所以你要先去聽我喊嘅預示哦，就聽我準時收看。係，來看一下做乜嘅家嘅唔朋友按玻璃心嗬。第一集啦，小嘅就係呢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用摩擦機嘅心態嚟克服一切困難嘅呢家。哦，發生乜嘅事？嗬，摩擦機，啊，冇嘅小弟咧，哦，摩擦機。他就這樣子會講青菜給你。臉部嘅小弟哦，跟住你可以衝到嚟摩擦機，好，做乜嘅會按你啦？等下來分享下哈，做乜嘅玻璃心係用呢一種心態就感受到嚟克服到咧。第三集啦，所以叫他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你會上當當，我嘅心肝度就像 necklace 咁樣按到去，上到我有玻璃心嘅印象。你為什麼要說詞很多次？兩個你也配？哎，你根本有冇用白型？根本唔係過年做乜嘅突圍衫啊？等一下呢，耶！好了，謝謝。而且我跟你說，我等一下再說，你還冇去反應哈。第四集啦，小計都係白嘅。大家好，我利用下呢一隻節目去咧，轉出一隻時間哦，就係我唔係用帥氣來組選嘅，我係玻璃來做出來嘅種白橋。呢家都係識講。要到玻璃心唔掂哦，冇人用講嘅，我叫你夾出來。看一下那個眼藥水，拿一下，看一下，你最好自己 Q 好。第一集啦，所以叫做顏嫣鳳。大家好，我係用講要訂正，各位嘅偏見玻璃新聞時間嫣鳳。用講啊，衝一條橋用，唔過睇法拳會錄用。我剛才你起到係羊羹嘞，很難直翻，都是羊。對面老師嗰度李倫。大家好，我係正在學習用版片面玻璃心嘅理論。我老李家還有嘅嫣鳳做好朋友，佢哋一天做在講用版來片面玻璃心。就唔好抄佢，破手唔好抄佢，唔好玻璃心。破手唔好抄佢，好，我講真嘅就冇關係。係啊，你係有點有那個矯枉過正地方。就唔過正經講到咧，他就是董事行嘅詞彙就講，你下上要按玻璃心，講用機啊，你就按用飛，就個微微滾，按用心。唔過正經嚟睇下講下，對於嘅節目當中嚟講。玻璃心都係很用版型來定義的阿子怡。我知道呢玻璃心要分為2種類型，第一種類型就係嗰種自我感覺非常嘅良好啊，係自尊心啊，係可能較強啊，係三個人咧係你有人講嘅話，其實會留佢拗，係一定會贏，種嘅玻璃心，死也抄給你，冇唔錯，一個相中嘅就有嘅就有啲種愛用類型嘅啦。只有兩隻輕狂一甚至講好朋友，你不要挑撥。我們玻璃心呢，就完全老爸相反嚟啦。一個馬薩。我呢種類型嘅就係你嗰種可能對自家認同啊，較無暗號嘅啊，較無自信。我說非常容易因為配你嘅講法就非常嘅敏感，就會錯錯。我係感覺其實2種嘅人啊，最廣義來講就會對配你人講嘅話，係配你人行為呢，會感覺非常嘅唔爽快啊，就比較敏感啦。誒，就是講阿自己講到就2種，呢種就種自家會死叫叫，就因為自家當好嘅嘢，所以會知道配上講嘅。
唔讲唔错，爱讲嘅让错。第一种就是对自家当无自信嘅种，甲印证自家自动认为咧，玻璃心你很用白人的身体。其实下面有一些人认同自己讲嘅，唔讲吃到讲较专业啦，吼，讲个较清楚一些咧，吼。毕竟佢咩做嘅玻璃心呢，代表咩动叫嘅？玻璃公主係嘛？玻璃理事長，玻璃理事長。冇啦，其實有時候有一種類型當真然啦，我覺得嗰種有公主片嘅類型。我們要性別平等下，王子片沒有。沒有沒有。你應該做咩？我說王子片，兩片，你蠻跳戲哦。玉樹臨風王子片。走在兩個小樹，兩個小樹。你就唔亂去做嘛嘅事情，就希望睇時啊做啲懊惱嘅，就講哎呦，你懂歪呢，懂讚呢，做到懂好呢，吼，懂厲害呢，等等嘅。假使冇懊惱嘅話，佢就想講啊，我做到唔好嘿，你有冇懊惱嚟呢？哦，安尼真是懂反呢，甚至哦咩嫌唔得哦，你講人家做嘛嘅愛變到呀，佢啲咧嫌埋，佢用做得幾咧嫌埋嘅，一啲條講嘅嘛，最可以之後會發生嘅事。唔會哦，唔會哦，我係用到性感度，我唔會展現出來。冇錯，我想當到，唔過安尼類型嘅人就講出起來就會出動有壓力啦。係，先見有上次講幾兩幾啊，幾可以後面，會起昂面哦，開始會壓哦，會甜哦，變咗安尼吼。嘅按眼風來講嚇，對你來講，都係擘家很多玻璃心。其實玻璃心同係概念很遠，其實身邊冇幾多玻璃心嘅朋友啦。建議盲出沙飛，可能吧。一定要有臭的孫紅氣就知道。你咩嘅朋友？哦，盲做朋友。完了要玻璃心了。你壞壞。冇啦，因為我想講，其實覺得參與騙人嘅看法吧，我想講可能係伴隨一些自卑或有無自信啊，同就是自己講嘅嗰種啊，想可能係暗用吧。有啲人可能係因為自己無買嘅資源講。平常時跳擺去讀書㗎，因為考到第一名，因為考到同學嘅成績，就講這個係咩對呢個世界方就馬界都唔曉，馬界都唔會嘅感覺，會有一種自尊心受損嘅感覺。不過接下來要本體教來測驗下，這個嘅玻璃心到底係強化玻璃，也係講一碰到就吹到鬼天嚟嘅種玻璃。來看一下，根本有4種風景嚇。第一種係鹽化，第二種係盤樹嘅盤葉，第三種係合法很多劈過來就有銀杏哈，第四種就係用竹林對，種啊，係聽說要海水哦，一定要溪水，然後係溪流嘅感覺哈，係海水那種嘅感覺。大家來睇下，唔會哪一種嘅那種風景來看一下，你自己知道哪一種嘅來看一下，我們先來解答一下哈。第一種吼，假使你讀鹽化營嘅玻璃指數係28天天。你看做嘛該會按大係因為你係強化玻璃嘅感覺，你平常時就輸過動到會大結，長繭了啦，越錯越有，對啦，就會長繭了啦。你就冇準啊，會堅強起來。其實眼咩冇按字，係，所以咧，你就像你按催眠一碰啊到就死。因為你這樣係就會好嘅許風色啦哈。我來看第一種，玻璃啦，第一種 B 有人哈，有兩三人，係，好兩三哈，你 B 嘅錯嘅盤葉嘅所講嘢嘅玻璃嘅指數係80%。哇！我係想先 A 嘅啦。你有懂明概念，有一系列風霜哈，你就會知道係咩講嘅，係捱嘛，佢講嘅係捱嘛。哦，所以你就做的，你就老自己做動作武器來做起來，自己哈把自己武裝起來哈，又冇怕到片面那種玻璃心嘅感覺。第三種劈過那種玻璃指數，第三種冇，假使觀眾朋友讀到第三種，捱係第四種哈，第三種劈過嘅人，人嘅玻璃指數60%。好，你係代表，你係外表當堅強，唔過心關都當催眠嘅人。我只能假裝自己是外表很堅強，唔過你對我本人看起來你就當散漫啊，女強人呀、男強人那種感覺，唔過轉到副卡住就自己控到堅角，你給他叫嘅感覺。哎呦，最尾一種就用那種拖海水那種溪水了、溪流那種，人嘅
那种玻璃次数係40%，其實講咩無清講，無清講咩無清大，因為咧就講唔會傷心，唔過唔會本次架吼按吼心肝發冷，就講很消沉嘅感覺。唔過你都你係平常時用當甜貼、當黯然食材嘅感覺，所以都係事情就安用心，但是只有在夜深人靜嘅時候，因為跳講做乜嘅？做乜嘅？你個世界，光陰地愛呢？這個世界為什麼都沒有人懂我？世界目標就突出來呢，好啦，講啦，白嘅。話你來講，前幾已經講自家，你繼續嚟標下來。玻璃心標到哪一杯？然後睇下來講下。 IG 群你繼續嚟標下來。好了 ，IG 可以放下來。好啦。因為我最近又知道嘅玻璃心嘅指數哦，差唔多我來講吼，就2萬。真緊。跟住佢都冇嘅啊。係啦，ABCD 以上皆是嘅。加起來係冇到2萬呢。因為台灣啲大家就很有印象講，我寫書之後是動上做，就透露就係做歌星。因為我唱歌我真緊就好聽啦。哪沙講誒？有冇？咩？要啦，冇等下給阿妹調調。我會唱，董浩談下會唱。走的。我以前考試我高中嘅時間就參加嘛歌唱嘅比賽，全學校哦第2名。哇！係真緊哦。你有發言參加啦？政大附中有國中部、高中部，可不可以？睇下冇，人家做數冇參加高中比賽啊。好，他就大學嘅時間，嘅熱行嘅嗰種歌唱比賽哦，教育系已經就極端啲哦，真緊就唔啲哦。好啦，其實未冇眼到，咁啊，最少就8個研究啦。哎呦，你係幾多名啲嘛？大頭名啊！知道教育系兒歌比賽。唔係，正經係嚴峻嘅比賽。係我嗰時到，哎呦，正經動不會唱哦，所以還參加嘅政大咩就動就名嘅金旋獎。喺動就名，譬如講陳綺貞啊、蘇打綠，幾條千塊唱兩個比賽出來啊。係，我就去比賽結果咧，初賽是不能刷踢嘅。係呀。可能係兩個比賽冇準。幸我冇參加看，所以參加街六時係咪動就名超級偶像？我嘅海選時節咯，沒進棚，又不能刷踢咧。結果我嘅詞我封閉起來啊！我喺時度講，哎呦，我歌聲啊，我冇本事唱接受哦，我因為冇眼會唱歌，我就自此封麥。唔過好在就讀到台北市客家都政府嗰度音樂來一課的課程，哎呦，本來動態嘅自信，所以我就自己咧創作了一首歌，個歌名當先就唱到中白腔就係我嘅名，好，大家你做在合起來咯，做在十起來。我就係中北腔，學三號嘅歌曲我做得到 Spotify 啊 ，KKBOX 全部做得彈。係因為做呢個表下係要付錢嗬，做呢要授權費嘅問題。不過講到呢個玻璃心嘅問題嗬，大家如果想講你自己係一隻玻璃心嘅人嘛，你拄到乜嘅世界上你係心肝肚嗬，就當財命啊，一年一下就隨到幾天呢？韓國嘅芯片就呢一種玻璃心嘅人嘛，係冇乜嘅情形嚟等下轉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要為小子個加快活哦，其實直接病到嘅隻部分係千幾人都嘟幾個，假使你講係正經哦，你最好讓佢一字不漏講得清清楚楚。假使哦，假使你係講發料哈，你給我加油添醋哦，你看來我撕不撕爛你？直接要講出來呀！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基本上就是老太講到，所以講平常是生活度有種嘢就，琴日唔得騙人一說句啊，用一講2句啊，有啲人係很外顯，就講請用味，就講到乜嘢叫做乜嘢就微滾就挖出來，請用味嗰種，有啲人係講到心肝度，講2下就講到尖叫，安尼尖叫嘅種人，咁你家唔知嚟講一下，唔知家係哪一種？沒有玻璃心這種選項，係冇，我知道其實看起來冇乜嘅玻璃心，玻璃心，也玻璃菜啦，玻璃心嘅人，但是我知道我係 super 玻璃心嘅人用辦公，因為有陣時真係會動有見騙人嘅想法，
因为你就会伫舞台红嘛哈，我说有场是迄个陪你拿烟幕神啊，那陪你拿啲顺风嘅咬耳朵嘅时间，你就想讲，迄唔系讲爱，迄唔系爱做唔做咩事情，今日啲讲解迄唔系爱用，就会更迭上爱用。哦，嘿，觉得吃到这个系世界的中心，嘛跟人讲到，就会讲可能哦，有可能会爱用上哦，不过你还中把欠女版。真的有时候会学到张伯谦的，不过你车都爱用，但是像艾莉亚，她还有上台上工啊，还有没有新跟你像个伟伦啊，上去取代我们位置啊，真紧要呢。啊，就会像讲哈，艾莉还没想唔好，主持还没挨掉，结果说那个制作人就冇爱艾莉咧，就开始暴力。转去讲，所以太大爱艾莉哦。一转去吼，刚刚阿明人抢到夹风采，一转去人家神拜师不下下去，不扎小人，迷路，难怪当叫做暗通。不过这种真紧啊，刚刚就讲到这个系有玻璃心的面，不过也他在讲实际的理的，人家副卡人啊，也讲人家朋友讲的麦解法，就不能知道讲哈，你有冇按你讲哎，系咪爱做唔出事情的阿自己。嘿，其实真嘅爱係對就順風嘅人較親密嘅，可能會看人啊會較容易玻璃心，尤其係對愛媽媽，因為愛媽媽就會講法非常嘅托嗰種，係真嘅，都懂得人講，係，咁其實從細到大愛媽媽就較少會鼓勵啊，都會評論較多，咁愛記得印象同層面係嗰陣時愛去比賽鬧熱大擂台，咁愛嗰陣時就非常歡喜愛分享嘅樣片，俾愛媽媽就幾件播出嚟，愛就俾愛媽媽講，媽媽你看愛，因為愛就知道愛幾擺衝落。喊做的，我就本佢看樣片，結果佢看到就講，你因為愛用做小朋友，你愛用做真嘅都唔好看，可能就非常不亮眼啊！你用為做嘅2、3分呢，你應該。那你這一集給他看，你這一集給他看。因為做全部嘅，要怎麼辦？我一下就調視本佢看，冇啦。嗰陣時，因為嗰陣時我就係要較後生啲位，就非常嘅玻璃心，我媽就勁嫌啊，嫌到我冇一啲好，我嗰陣時就出家就是有點崩潰，我就直接對我媽媽喊動，太陽就講你冇地講法咧，哎呦，後來我就從此過後我就冇本佢看我樣片咧。哦，天哪！用眼嘅咧。人嘅一個兩字之間嘅感情，就像脆體嘅玻璃。冇啦，就但係冇分享嘅可能係工作做些但係其他事情就做得分享本記，係嘅像可能係對我男朋友，咪非常容易玻璃心，係有啲時你兩時可能處嘅大嘴股嘅時間，可能係分享我朋友嘅事情，係喺我講，你知道用版戲，佢就講青菜啦，我就會講嚇。你因為愛用講法咯，係我喺分享呢家嘅時候講，我同人講呢家點樣，因為其中幾唔重要話，我冇上去談嘅咧。好，你老嚟記得。冇啦咩？呢家嘅事情佢都會談，喺呢家嘅事情佢都會談，佢同我陪你的男朋友，唔是。後來呢，我就會非常嘅玻璃心。那喺佢講呢，用這詞彙就會青菜，還有幾唔重要，我就會非常嘅玻璃心。我就會實在心爛到一天嚟，因為我就會講我講，既然就冇認真聽我講法，韓國我係想去讓人分享嘅，因為你就冇特別去感受係乜嘅。有時候有一種感覺，就講人家身邊讓人同親密嘅人，然後明就講兩個人關係同親密，結果你講法，譬如就講冇錯，我冇錯啲，你就覺得說。跟愛都係人朋友嘛，然後嚟講法，你要搞清楚哦。愛係人朋友咩？我本人，我有按呢個感覺，唔過做得理解呢種會玻璃心嘅感覺啦，唔過白欠。對。兩三叫嚟分享。咩係玻璃心？嘿，因為講到玻璃心哦，除了張伯謙之外，就係張媽媽中秋節啦。我跟他分享嘅這個係200萬，係哦，張媽媽係22000萬嘅玻璃心。愛相信。真緊，因為他是高敏人，對，他高敏體質的。有一擺，應該講，佢頭擺喺度台公司上班，喺台公司人見動到啊，都後背講廢話事情啊，動集中會看到啊，咁。是係唐公聽哦，他只是聽說可能人為咗普分又為小子講加廢話哦，其實直接變到加只普分，係簽機人都嘟機講。假使你講的係正經哦，你最好讓佢一字不漏，講得清清楚楚。假使哦，你係講發料哈，你給我加油添醋哦，你看來我撕不撕爛你？
实在要讲出来呢。哎，真嘅係彈講停停哦，冇停出係真緊嘅哦。那係件媽唔錯嘅花樣㗎。佢冇政策啊，佢有一排哦，嗰啲故事掹講說咯，有一排叫做開會嘅書節咯，當喺會議室地排度啊，當到主管啊、講話嘅書節啦，佢突然之間卡住講，哦，我有意見啊，做啲分享啲事情啊樣，叫佢主管是出咗啦講，哎呦，你要是有主管做呢度會議嘅地排做啲討論啊，我講嘛嘅，你等下談退以後。執行做就好咧，唔係咯，你到你一下仲得講話去錯咧，你媽媽談退以後你講你哋做乜事情？離職？冇，回道歉啊，佢冇做呢一件事情。佢講話咧，佢講話咧，佢想用拍案啊，拍桌子講。你怎麼得講話？假使哦，到你一下仲得講話，你係唔係你落來做乜嘅？你有事情到我背交台眼就好咧，啊甩門直接講謝謝。哦，還有點客家腔。謝謝係我自家教嘅啊，我嘅態度就係安用型咧，真嘅咧，所以主管俾佢嚇到咧，你話？唔係這種，不只是那個復仇者聯盟甜甜，佢係五方呢。全見，假使佢係五方，那就係白馬王子。好，謝謝，沒有這回事。你找到貴姓夫婦講係白馬王子，你白馬王子，咪做對啦。沙下來鏡頭就轉彎到吼阿燕子呢是，係冇錯。唔過你這種玻璃心愛吃到真嘅，你自己製造的啦。唔係啊，唔係哪個問題啊，因為俺做講張家吼係比較火爆型的啊，衝拿或卡吼就會屬於嗰種吼比較水做的感覺，係因為泰式咖就底啊吼，唔同動有勁嘅人就較會有玻璃心，佢對俺來講最有勁嘅應該就係牙架破。福米口本年來，佢上到東江哈，福米口上，哎，冇錯，佢比俺還較假好了，不要再說她很漂亮，OK？啊，因為咧，其實福米口算係牙嘅家譜，意思就係講俺媽媽嘅媽媽，跟俺姓李，佢姓王，她是姓黃，然後嫁給姓楊的人，安尼。啊，有一年過年嘅時節咧，吼，前一安本俺帶到牙屋卡，牙家婆嘅屋卡，結果俺紅蟲過後咧，牙婆就啲咧無限啊，我拜祖先，我拜阿公婆，啊，他就啲咧無限哦，吵鬧安尼，結果突然間就冇上咧，我就想講，哎，奇怪，他這個出去咧，嘿，叫我出去看，所有人就啲咧拜牙家公。但唱夢很愛聽，我就想講，你有冇很愛叫他來拜咧？結果我就繼續數東西，我轉到牙屋卡咩？結果阿婆就講，跟鄉里嘅小朋友啊，係咪我做屋卡嘿？我就開始叫咧，我叫好多鄉里嘅小朋友，我冇相用，我就唔係亞婆嘅人嚟係冇，你就唔係我最愛嘅家婆嚟係冇，我就叫到好，我就離開，默默的我就離開了。我幾扎過年哦，對年30到年初5，我一句話就冇同阿婆講。阿婆咧，第一件事情過後，佢咩開始叫呢？佢就講了一句話，佢就叫到安呢。你啥咧就啲天媽地母，硬叫安呢。故所咧，一個故事就同人哋講啊。玻璃心係個問題，係遺傳，因為我阿婆有遺傳。唔過廿嘅時間，叫什麼啦？哎，你兩三年明明兩三年都有話愛講，結果兩三年就冇講出來，點到就會搓成兩烏飛。其實阿婆咩唔係調試咧，阿婆係唔掂，而做乜嘅愛叫？係啲公園一樣其實你直接講出來就好了，像從張媽媽強龍對人家家婆講，看我是不是啦你？同阿家婆講，看我是不是死啦你？還要甩門說謝謝。你做咩嘅功效？我幫你打死啦！喂，家婆，你看來同講，有人要撕爛你的嘴哦。好啦，講真嘅，家下是講到道不卡道，不過自家出社會過後，經過呢個社會嘅歷練吼，磨練過後，你自家知道自家玻璃心含幽默啊，美輪自家玻璃心都出社會含繼續存在。比從用一測就有玻璃心，剛剛有講測那個你圖片咩？講我這種20旁啊，是俺咩2萬拍的玻璃心。因為我從學校做些，學校嘅年代嘅時候就會派槍當到公司，佢有冇派名啊？跟當年就會冇佢個單位同領導來判理，跟大家就點解會主持？故說大家會有想講哦，來主持你名啊安尼啊吼，各位因為主持名啊，咩冇前後一起咩名聲來唱歌啊嘛個，我即個呢主持行啊兼唱歌，又行啊跳舞，你看見無限嘅，咩冇本來錢。好，各位
呢，我有些同事就讲很挺辛苦的啦，明年唔会做，嗰佢上爱关心嘅辛苦，唔过佢表达嘅方式當奇怪，佢就講啊。我知道唔會再主持咧，唔會嘅東西啊，衝嘅嗰位啊，全部都躺到呢個嘅，全部都同樣嘅東西，唔是在表演嘅安尼。講啊，躺到我哋嘅用心係希望係冇按辛苦，唔過係真係懂呢個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嗰種係似當猜一件事情，啊，想講誒明年啊去吞火圈，吞火箭，吞火圈。對，吞火圈。我講到自己，就相信係那種，因為咁我感覺自己係在人嚇，講出來是咧真嘅會傷到人，咁眼眼風，跟住之下兩下辦到討厭中大兩片，之間就輸到拼人嘅傷害到，之間玻璃心就出來嘛。我分享係幾好嘅，因為上禮拜上週日嘅比賽嘅歌唱嘅比賽，喺台北科技大學嘅歌唱嘅比賽，跟住我就開始彈吉他嘅時候，我就想講彈錯了，我就幾緊張，我就看到我就我上幾動，我就看台下嘅人看到哦，竟然要從頭先李家講嘅，就同你交頭接耳講嘅，就想講。就很幾緊張，就超唔好。你喺最近嘅有一些玻璃心嘅事情，唔講我係想講，因為我係想辦法冇完全出社會啦。因為有一些表演同上節目嘅關係，有熟悉一些阿哥阿姐大家，因為像大家各位厲害，像北田各位主持，還有子怡各位主持，大家各位厲害嘅主持人，也三傻嘅玻璃心嘅，全部共同。尋夢人夫，係啦，我係講全部睇下嗰啲佢嘅主持人，我係講嘅係，因為以前頭先雖然同大家講講世界嗰玻璃心，不過以前係嗰盡業嘅，以前嘅條路係千盡業嘅，故所以前喺做些嘢係唔會俾自己嘅唔好嘅心情影響以前嘅表現啦。我想講我會很尊敬他們，因為以前嘅專業，唔過以前大家電視前面嘅觀眾看到以前頭先表演嘅玻璃心嘅事情，也嘅係我哋生活當中嘅一些小小的那種生活，唔過以前係千盡業嘅主持人。係啦，就再次謝謝艷峰，雖然佢冇講到愛名，就講要被封殺了。捍衛在你的主持，就講全部嘅啊。意思就是講，大家雖然講，他是講到自己動有玻璃心，唔過真嘅唔會到你嘅工作當也投入到影響到你嘅表現，真嘅唔會像大家多發嘅你嘅通告本你大家嚇，唔過真嘅講到咧玻璃心呢方面，大家又知道而係上手遊，亦係太韓過後，輸到沙飛嘅影響，真開始了咧玻璃心，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討論喲。像你種嘅當然面條前嚇，你就自己阿聲音。無論講係啊，差人多啊。你阿聲音哦，你這是危險哦，危險可能等下轉去就會收到警察局嘅通知。有證據咯，有留下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，大家可以講到自己心肝度嘅一種情緒嘅問題。最近大家就動有發講嘛，比如講嘅玻璃心嘅代表人，還有一生人就唔掂，嘛加很多玻璃心嘅代表咩做嘅，因為就昂太子嘅精神。你講幾懂玻璃心誒？就是某些方面他只是想強調蒙太記好嗎？不給發現好，水滴應該係真係做白欠片啊！咁就講到正經啊，睇晒會講到啲玻璃心，即係講心肝當財命嚇，一變啊導致，哎呦就隨到貴天啊呢種心態嚇，到底大家認為講啲旋律係上相思有咧？哦，一出世大家都通常都有，因為講因為出社會過後，即係講現場嘅環境地圖嚟重新呢一種玻璃心嘅情結咧。英子來講嚇。啊，只有講應該咧係出世過後要受到嘅教育，然後環境同個自我嘅認同有關啦。因為像有當當然啊，會玻璃心，主要就會講啊，譬如講一句話，佢就想到佢係唔係知道我伊唔好，我做乜嘅事情就會做到好一敗塗地、一事無成啊，本身佢就會按你亂亂卜卜啦嚇，都冇加出嘅感覺。嗰種有可能就會講，見咩sản夫冇做好啊，佢係咪錯過我懂正啊？懂太橋等等，就想做一道嘅事情啦。有的會按你簡單上行好地哦，啊有的你就會開始為自己來講吧，我報復自己嘅自尊心，就會開始拗。
哎，乜嘅意思啊？嗰樣乜嘅事情啊？你看那應該三本咩冇做好啊，甚至還會講經人啊，吼，還要做個按嚟醫唔好。故說有保利性一個問題，應該講吼，佢對膝蓋冇痴心，吼，對膝蓋冇認同，故說就會按嚟吼去攻擊或者去反擊，應該係後天造成的。後天造成，所以你就吃到講有啲保利性物，佢像個顯影狀咁樣。蠻來規身就會 net， 一擺就會 net， 然後一碰啊到，哎呦 net 到幾個，係啊，故說太甲講就會哦，先講後發，然後中間有個轉接詞，但是如果可以怎麼樣會更好？哎呦，就是漢堡法嘛，嘿，冇錯，漢堡法也按挪。你把我下一段要講出來。哎呦，真啊！哎，今年講過誒。哎呦，之前有講過漢堡法，還有三明治法，不容易是嗎？阿 V 人來講下。我知道喺省省嘅講出來，我就會按你玻璃心嘅。我從細做按呢，我知道我從細就會就當敏感嘅人，我每大把就講我膝蓋唔鬆高啊，你就會講沒辦法疏高啊，疏高就沒辦法教這樣子。我記得細個時節會落親戚鄉下，當到細年嚟鄉下啊畫圖啊，又係講做嘅眉樓嗬，佢會做就會拿起本問太人講，哎呀，萬年做得較好看，煙風做得較好看，煙矮做得較好看，大擺就會先到拍啥嘢，講嚟就會現場，嚟就會落嘅圖畫字啊，就按你頭鏡面前插，講唔好開始表態，就叫轉去就叫，真嘅，秋生妹妹，秋生佢大白安樣做，跟這家人啊，他還嫌陪上音款，對啊，剛剛係照片嘅問題誒，冇，咩可能真係發現唔好看。對啊，可能喺你做嘅表演較好看，其實上去看下通表演。大家今年嘅公演節目愛看乜嘅？想愛看安尼個阿 V 倫來插字嘛？想要看艷峰的話，還是偉倫的表演阿 V 倫？我覺得我這個跟張媽媽應該不分選擇。你根本就係張媽媽嘅男版。你呀嘅玻璃心吼，佢家講佢有2萬，你嘅張媽媽2000萬，你拄好懂哦，你就200萬嘅。200萬。你真嘅咩魔術動作？真嘅嗱講到真嘅吼，阿志演技，大家知道，一玻璃心嘅人，那種心體較脆命嘅人吼，佢都在喺身上，又係講後天嘅。我感覺都有，因為其實講到這種身上玻璃心，可能就像阿 V 倫形容啊，就本身就會較敏感嘅。因為其實我知道我去感係嗰種身上玻璃心嘅人，因為今年像面路當中有進出去討論到高敏感兒一件事情，就進出去討論一件事情，這種事我就當好奇，因為像我去感係知道我當會去討人嘅空氣，要去觀察所有人都在嘅時候，我就會看一個人嘅表情啊，去看佢嘅情緒嘅變化，有人乜嘅有心事啊，係有對傾嘅時，我都會特別地發現，故此我就去面路當中做一個青年。後來我發現我原來我咩係高敏兒，係因為其我唔係講一個青年到底係準還是唔準啊？唔講我感覺哦，其實可能真嘅就係我係身上玻璃心嘅。佢我感覺嗰種後天玻璃心嘅人沒有，因為後天玻璃心可能佢本身呢，佢自家嘅屋企環境當好，佢自家嘅條件未當好，因為佢從細到大生來都見到啊，斯文啊，玉樹臨風啊，係。哦，玉樹臨風啊，佢會動槍嘛，故所佢可能喺成長嘅過程當中，無數到乜嘅有人打落佢啊，係批評佢，不過後來佢出社會過後，本人打落嘅，佢就非常嘅玻璃心，係知道自家懂事派，我感覺一樣就係受到家庭還有教育環境嘅影響，也就會後天嘅咧。冇錯，其實阿自己有講到一個重點，就講其實都美國嘅心理治療師咪有講到，其實玻璃心呢種心態，就這種情緒嘅方面吼，其實佢雖然講身上得上研究冇強用嘅那種評判嘅標準，不過老家嘅環境係當重要。講像嘅那種情緒，其實佢老身上嘅肌肉重要，佢做嘅鍛鍊，因為鍛鍊就講佢嘅細漢時節喺成長嘅環境當重要。講假使嘅野外係控制狂，乜嘢就控制，像張媽媽按樣，哦，假聲音可能就會不易控制到，他就不敢跳脫那個框框，所以佢下後佢可能就心情會很敏感。還有另外一種嘅野外就講，懂會種字。種字種到乜嘅神，係正經就會講，98種到雙標，不種到一個你看細學就卡雙標嘅那種嘅細學吼，佢可能出社會過後，他就是覺得自己係王。所以咧，佢就唔會談拍上人對嘅大落，所以一拍人一大落佢就會知道講，你現在是什麼意思？我係呢個世界王呢，你用咗嚟講我呢，所以佢有可能留呢個成長嘅環境有動態嘅關係。唔過大家來講到，
大家今日讲到玻璃心，以前係較負面，不過正經本大家來講下，你知道玻璃心呢三隻字對你來講係較正面，係安樂人嚟講係保人嘅話、順人嘅話，一係講一種較負面嘅想法啊眼風。我本來係想係順人嘅話啦，因為我想講玻璃心佢容易本人解讀成恐壓性過大。所以講係聽我大家講嘅啲嘢，我想講。係因為誒衝牙啦，我頭先咩講到我因為去唱歌，我去比賽冇唱好，我想講哦，佢緊張就唱唔好，亦係因為我希望我自家做歌好，要求自己。係要求自家想去做歌好一些。唔講係想講唔好，因為可能玻璃心咪有許多事情就會逼自己逼太緊，沒有想許多事情可能就會自己嘅唔錯。嗰時候我係想愛嘅事情就會本自家個重新設計一些，個愛設計一些嗰種感覺。大家就愛設計師咧，就算講有呢個白camp呢一種會，即係喺度種媽媽用個茶葉東西嘅嘢，嗬，喺種一個。俺冇有係哦，是就幾東西嘅。啊，我茶葉東西嘅，然後種呢一種嘢當然面條錢，嗬，你就自己要生意。無論講係啊，茶葉嘴哦。你看生意的哦，你這是危險哦，危險哦，可能等下轉去就會收到警察局嘅通知哦。有證據咯，有下來了。有啲下來啊，大家會知嗬。唔過講真嘅，理解知道講玻璃心呢三隻聲一講出來，都係喺順人，因為講明明就負面罵人嘅話。我本來想講係罵人嘅話，但是我時候一係罵人嘅話，可能係80%。不過好嘅話，其實係20%用版個，因為其實講到一玻璃心嘛，從家下煙方面有講到，就是抗壓性。對不起，上海 OK， 好，自己付版權費哦，自己要付。唔好付。故所係其實我講到一玻璃心吼，其實就真嘅抗壓性強大咧。但是雖然呢，你愛用抗壓性強大嘅時，譬如講一玻璃心，愛用。玻璃心呢又怎麼樣？嗰種當初我共鳴嘅快發嘅感覺，但是你會知道嘛？有時候是好朋友啊，就會講哎呦，懂玻璃心哦。其實你就會知道，因為他說我玻璃心，所以我要更堅強。我說係唔係轉彎過了，又係一種正面能量的感覺。對我來講係愛嘅。像他討厭就會愛你上，其實我奇怪嘛，我知道愛用先玻璃嗰個要上佢嘅。真嘅，我知道唔看像理解啦，眼房其實嘅看法有一些想象，就講可能啲人都係用版影響。唔過像假使讀到嘅白camp嘅理論，就講我的現在我的玻璃，你看到愛幾天內就會玻璃，水到幾天內哈，白camp來講一下，你知道玻璃心呢三隻字根本係罵人嘅話嘛。其實談到玻璃心呢三隻字，徐姐啦，究竟會從有啲罵人的感、罵人的感覺啦。係啊，你啲聲音按玻璃心咯。因為玻璃基本上你要在事實代表講易碎，冇法度當材面啊，沒辦法還原，係哦，所以當歸是摩天橋很難種啊，就分派啊，因為最近嘅玻璃要看，好啦，咁咪重點，所以講因為玻璃心係一樣嘅意思，過玻璃心咪就只特質係講你阿生樣佢想嚟下柔，他比較細心，下種就會體貼陪生人啊，所以從來就係安樣嘅人啊，體貼別人，遇到陪生人來想啊，還有上到下室溫啊，玉樹臨風，你要全部係玻璃心嘅體質。真緊哦！好，謝謝。我佢講啦，有一點嚇我嚇認同，即講玻璃心面接送係心思，係做些嚇電子，就講嚇功夫嘅嗰種嘢，就出錯率可能未會下大。這個就不一定，就講佢做些就上到嚇多，就講做些嚇電子，嚇結構，不過也都係結構，還有電子都係好，也係快，就留本大家自家來評斷。唔過嚟本大家講是講，都係自家因為講咧玻璃心。想要改變，想要克服，都係用版形象做在克服咧。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就青妞，我幫你辦法嘻嘻，而且我腦記，比如講中白 cam，跟你懂演到呢玉樹臨風，日本海灘，哇，黑馬王子呢，哇，你想不出來，你講出來，你幾位摸好位啦？你黑寡婦，記住係保你怎麼？歡迎大家到咗
到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基本上就是睇到大家講種心情嚇那種情緒較催眠，譬如講兩句啊，就勁記得，就可能記得幾成一種嘅情緒，可能對當人來講係較負面，因為佢可能會影響到人嘅老人來去啊嗰種嘅表現，甚至有啲人嘅玻璃心。會影響到佢老百姓嘅關係，頭路上嘅表現，所以有當人會想哦，竟然要克服一下自己玻璃心，冇人講嘅兩句話，眼就變咗親容味、親容和咁樣去，人講兩句話，眼就和和諧諧咁樣去，即係唔好嘛。不過到底用辦法來克服佢，係講想一辦法來改善又好冇？我感覺我克服玻璃心，頭一點動作就係你要相信自家，我對自家有信心。再過來呢？你講曾志毅加油！曾志毅，唔該咧。抗疫的動員夢啊！曾志毅，你係最強嘅。曾志毅，你係最強嘅。哎呦，哎呦，就唔會玻璃心。因為抗疫了，哎呀，講係玻璃心嘛，不過其實人家我創業就係唔是特別不用太批人講嘅話，比如講，那係鴉片真有意思，你特別去批評啊，去講你嘅話，你就得往一隻想法去思考。比如講，佢特別批評，你就會想，哦，佢真係攏關心我，佢對我真係仲有期待呢。你係咪對我有意思？你最多關懷你。要就會踢到你啦。唔過你真係做啲幫你隻想法，就好講想講哦，其實佢真係對你有信心，想嘅唔更加好，故數佢真會特別去講你，那麼佢真係唔是特別講啊，係做啲幫你隻想法。幾捱感覺我對有玻璃心嘅人相處法，其實就我較淡淡嘅地位。比如講，真係唔是特別去講佢乜嘅，係可能呢，因為你可能較少講一句話，咩咩欠一點樣，就盡量我幫你方法嘻嘻，我去懊惱佢，比如講。中把欠，真係懂演到呢，玉樹臨風，四分彩頭，哇，黑馬王子呢？哇，你想不出來，你講出來，你幾倍摸好倍啦？你黑寡婦，幾就會玻璃。你怎麼？好嘞，還是講你自己嘅聲音黯然哈，自己私下解決。因為記住玻璃心，故數我就懂點樣辦。係啦，按咯，嘅白咁自己來講，你自己用辦法來，讓自己嘅玻璃心來改善。佢香港假設拄到讓你強容，按玻璃心嘅人用辦法讓佢相處。係，其實嘅知道吼，真緊哦，家下認真美就講到，玻璃心你要善加時哦，你要這特質哦，唔是改。係，非常強。通常用到句話，我愛做貼片。係啊，你要講係貼片嘅素材啊，因為哦，真經常我上一堂就講啊，做啲本皮生已好油啊，比別人更細心，做啲多上一步啊，皮生講兩件嘅做啲上4件啊，皮生講4件嘅上去講8件啊，哦，要再繼續往下講。不用。玻璃心係親好老人拗。妹，真經做啲鬥牛啊，想下鬥啦，比人家多想一點點。唔講係做講按你嘅體質，就懂得下做主持人。我上課那條我放忘記，我忘記一句，結果我冇乜嘅好講。啊，我玻璃心嘅人咧，唔忘記一句，哎呦，講隨心咧。總共來講，全部主持人就玻璃心啦。冇錯。咩？要主持咩？上山嘅主持人哦。全部就係玻璃心嘅夢。我未係，我白欠來講，因為假使拄到兩玻璃心嘅，有乜嘅建議，攞佢哋相處。好，因為玻璃心哦，其實係有啲嘅缺點啦。即係假使哦，本自家嘅信心係唔好處，即係多少人用假使咧。需要一隻方法出嚟，譬如講，按我自家建立自家嘅自信心，還有哦，見到自家講哦，自家會做得咯，自家做動好，還有有一隻教一下所有嘅觀眾朋友，應該係攞嚟先偷偷爆料，就係一隻方法，按到乜嘅咧？漢堡法，漢堡法到底係乜嘅？漢堡皮就係因為按攞皮上嘅部分，嘅凍按嘅肉餅哦，就係正經我講嘅缺點，因為攞皮上講嘅正式嘅味，嘅下擺就你喊我安慰皮上嘅，本皮上嘅糖到嘅書之咯，知道啊喊做得，所以對我來講哦，假使你要講埋嘅唔好嘅素材哦，這個漢堡皮跟下面這個我下抬掉，凍按嘅肉餅哦。其實唔死，唔，你係掛包。好嘞，你點，你有咩重點嘅？按眼風來講下好了。其實係想喺同自己強用，係想講，因為你身邊咩係有一些同學可能考試考唔好啊，或者有一些報告冇做好，可能會有玻璃心嘅事情，或者就係可能就同人講會鼓勵一點啊，就係講其實你做得啦，不如相信你做得把事情做得改好，係用還有就係因為，等下。
我看天气假啦。你想哭，我理解，我觉得。好啦，就会。你甚至播音。哦，唔係啊，就係本睇下，我哋啱身邊朋友想肯定嘅設計，因為你第二設計嘅目標以後，人就唔會講講偏移講啊用嘅，從白可能就係頭白人就講偏去比賽時唱歌嘅唱哦，設計唱哦大條命唱講唔過，偏移就突然講啊，你去比嘅金選獎可能冇你決賽唔過，嘅可能就會捱俾嘅朋友就同講，我有見人設計好唱嘅快樂，然後就最好嘅，嘅朋友反而就對人錯，從來就自家去到那種金選獎沒眼光這樣。你小心哦，人家是拿到10大傑出校友獎，他是10大拒絕往來校友。你誰？坦白轉密警台，應該是不叫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哈。不過，但阿偉倫來講下，假使真係有那種玻璃心咧，你自己有想要 keep focus 嗎？我其實非常想，因為我是有玻璃心當痛苦，因為大概配上人講嘅樣啊，就會見想，哎呀，佢講嘅唔好，佢講嘅唔好，但按不最後都衰唔聽。故所一下我就會開始像自己一樣家講嘅，我就會往好嘅地方來想。比如講家講我主持啊、唱歌全部都強用啊，我就會想啊，唔對啦，佢一天想係挺辛苦嘅，然後佢喺邊度係好，我就話你想啊，好啦，較賺嘅安尼。其實做偏激嘅，自我嘅安撫引導出來。你咪係一種方式，這種催眠自家講，我沒有。其實冇很差啦，冇很差，講過自家啦，我不要再自己講，因為有啲銀行譬如講一件咯，誒，根本做嘅三盤，那種烏收收係乜嘅意思講？你睇住話已經跳哪打這樣，即講，經鑽落去，這種很像鑽牛角尖這種。誒，譬如講一件，他就自己鑽到那個深淵裡面去，跌空到在地板，還冇想係出來，到爆妹最受傷係嘛啥？你自己在裡面，你看到你跳，你最妹爆妹受傷係你自家嘛？咁個最妹嚟理解來講一下，咁到呢一種玻璃心嘅人，有乜嘅建議嗎？因為係講我頭擺呢，希望差唔多較細嘅時間吼，係個較玻璃心嘅人。不過一下呢，其實真係冇乜嘅玻璃心，所以一心態嘅轉變當重要。因為我看過一本書吼。也就按到莫插機，就是管他的，他就是叫管他的，管他的一本書。因為有陣時你做事情啊，像我啲玻璃心嘅人做事情動搖，像我咪係愛用。不過呢，其實做事情動搖歸動搖，譬如呢對你冇限定嘅時間，加上你想，因為我知道自我安慰很像在騙自己，但是你自己把放輕鬆，講啊隨便啦，叫我按用講就按用講啊，你有陣時真係冇辦法來去要件譬如我用版來講法，故所冇插件係知道廿三係當好嘅方式本設計，不用強鬆掉嘅，嘅玻璃心就唔會知道啊，好心痛嘅感覺。有陣時咧，有可能係對方啊，中文冇好好，係客家冇好好，用嘅字筆唔正確，係對方會加強啊。真嘅。你應該講嘛啥？唔知咧，一剎那突圍起手機啦，起手機。突圍。唔過講到真嘅，就講客家咪有幾花嘛，攞古言就講言我言大，攞貨我言點錯。所以講有相信到社會行嘅事情，其實要拼音係會有相信係對於講提倡嘅作用，即係講有個提倡嘅作用，講配上人，然後你講，你今日可能那片做得唔好，你即個看到嘅時間可能。最重要還係轉到自己嘅本性講，你用辦法接受那種老平常時冇可能好負面那種情緒，你自己接受那負面嘅情緒過後，用辦法攞去轉發，變到好正面說，別人這樣說，該是請才去講。哦，愛自己用辦法看待，愛自己就係最重要，用辦法接受那種心態就係最重要。最重要係個，你接受那種心態就用辦法轉發嘅，因為你感到皮生嘅在，唔過你就得感到自己去用辦法嘅心態變化，就係最重要。最重要係乜嘅咧？下週禮拜用嘅時間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上睇上宮，要花太假公，上嚟了，拜拜。有啲人面對事情總係頭腦打結，想到自己；面對呢種人，睇自己總係隨心隨意，甚至驚爬落幾條來去。呢一位肯係要提醒睇自己，係講都好，你係有一點啊玻璃心嘅人。其實啦，唔是聽繞見別人應用般欣賞，唔係學習來接受自己唔係100分嘅人。
保持一種開放嘅心態，人嘅人生啊，將會更過更好哦。